以及啦，各位 old souls， 好有可能啦，你會認為自己啦，或者係誤以為自己啦，或者係因為你嘅周遭不同的人事物講得太多啦然後去讓到你摸到你去錯信咗，以為你自己嚟緊以下嘅狀況，同埋 labels， 包括但不限於，喂，你太 over 啦。你太咩啦？個咩自己 feel in 啊吓？喂，你太 we 混啦！喂 woo stuff 嚟噶喎，你 delusional 啊你！仲有啲咩啊？喂，你嚟撚晒地喎！咁下山掃把啦吓，咁咧係都一啲都唔出奇噶。你要切記咧，所有你嘅 psychic abilities， 所有一啲你能夠係可以 authentically 咁做自己，全部都係一啲 cosmic gifts， 以及係你嘅 superpowers。你如果咩都唔記得都好，喺呢一度你要記得呢樣嘢先。